好了，以後小朋友歇困過後，轉到福起來咧，呀節目嘅現場咯，嗬，啲節目呢度咧現場啊，請到一間啲後生嘅人道歌來到咧為咗留大家來講下，嗬，記得我下來仲嘅咧嘅，講到成年中嘅韓國咧嘅冬肉切盤，咧到嘅項目上來到那片嗬，到咧為啊，啲頭先要講到冬多嚟呢一下嗬，面頭前來向小朋友做啲看得到，有眼到中嘅嗬，咧冬第二寫嘅咧嘅。也時間就做唔得講，佢係成年種嘅項目嗬，也是按照頭先到一開始嘅下要提到嘅多肉植物嗬，多肉植物也是，講平時大家可能唔知有按到種嘅，係用現場本看到東西是啲講有按到種嘅，呀嘴巴呢個片嘅，呀可能大家好熟悉到啊。呢種咧是專門一般專門用嚟食嘅sar蓮花，你係sar蓮花是凍豆呢，嗬，凍豆你拿來食，呀幾個品種咪強用一種。一種食得嚟甜甜。其實呢全部做在一起。不過你要摸，你係下貼片下勺，所以一般下勺拿來食。所以一般最為上係最多嘅，一般用到風車草，按照龍月兩種嘅品種。風車草還有龍月兩種係兩種，全部係sar蓮花。哦。係兩分幾名。兩種名。係。兩種嘅名，所以鄉親朋友喺一擺都係假使應講sar蓮花嘅時間，因此啲講還有一張按照龍月，韓國一張是係風車草，風車草，全部係公兩種按照龍月。好，你一般你建議講啊，嗬，幾個了解線來講，你講特徵，你講食嘅東西來講啊，草啦，也係講青草果，應該係青草果子，都全部有幾個線。哦，啲做料理嘅時間，有啲會加到薑麻啦，有啲會用蒜頭米啦，嗬，從啲sar蓮花有關係。一般咧sar蓮花咧，大體係生食，係，總之拿來煮。係，那摘下來嘅時間愛洗過，係，用來洗過呢，因為呢大體嘅sar蓮花，你就係講到，佢表面有白白嘅粉，白白嘅青粉。咩係食法？你睇到？誒，粉正經嘅粉是本凸體嘅，係用誒。咁講用為呢係款咧，咁係盤肉係唔係盤肉？冇辦到嘅係食肉噶，梗係自然嘅，自然啲新鮮嘅真講，佢自家生出來，算係保鮮嘅啊。誒，佢係保護佢自家，保護咧充足啊。太熱天嘅時間咧，用冇用拍攝？防曬嚇，防曬嘅作用。從喺呢個防曬用嚟拍攝嘅，那啲係梗係防水漆、隔熱漆用嚟拍攝嘅，全部係拍攝。因為拍攝就係反射輻射光、輻射熱。所以佢哋呢個熱情拍攝嘅呢個款來講哦，佢係反射一啲輻射光、輻射熱，所以呢個做得防曬，其實唔係糟體氣。錯，還有在日夜溫差時間，佢其實係一張蠟紙都該。佢話要加水煮都該，你從蓮花嘅時間用凍到水都該上頭呢。係，因為佢表面嘅蠟質凍油，所以佢要水煮都該。係。那一般呢，所以打是水機，你講露水啊嘛，佢掉到你蛋糕嗬，佢是做得半機，慢慢地佢吸收落去，係佢做一個更加吸收起來嗬。好，你一寫講到sar蓮花，之前除了寫下，除了兩種以外呢，用呢白粉類嘅，還有用膜嘅。哦，呢種係白粉類嘅，全部係講防曬做得。哦，過來天二種，嗬，天二種你係膜，你要係哪種嘅？也叫有名嘅嘛。從呢一種呢，按照月兔兒，從介土兒形容。哦，土兒嘅義工，真嘅咧嗬，鄉親朋友想下，要定一下喎嗬，而家用呢頭換大家來看下，哦，真嘅咧嗬，從義工，韓國啲蛋糕咪要以前那樣拍拍嘅，咁嗰啲拍拍嘅撈sar蓮花係冇強用咧。佢咩係時間咧？咪係從介絨毛娃娃強用，絨毛娃娃，係，從呢係臃腫。好，所以你夏天熱盤嗬，講起嚟嗬，呢個效果嘅拍拍嘅功效全部強用嗬，要防曬嗬，因為拍攝嘅防曬，還有梗係膜做得增加表面積，風吹過一些，梗係水分都可以風地位都會去做得多吸收到足點啊，起來咁樣嗬，好呢兩種嘅，第三種嘅第三盤。那從呢一種嚟咧，其實咧sar蓮花還有凍多。所以你一下講嘅係。第三盤嚇，係第三盤。第三盤，從強溶麻油膜，係凍醬，從介臃腫，下貼片凍已經好嘅。臃，係，咁佢
仔细看一下，因为就会看到，去像一隻用嘅手中條咯。國圖，觀眾朋友看下清楚到啊，哈。像應講義工，用嘅義工啊，即係手裝，手把裝，哦，嘅用嘅手把裝，啊用細細隻凍定。但是這下冷點啊，其實佢嘅手指甲全部會做出來。冷點啊，所以你下還冇拿冷，還冇冷，嘿。但是這呢，佢嘅係冷天嘅時間嗎？係冷天嘅時間，冷天嘅時間，太嘅時間。嘅熊啦，嗬，佢嘅手指甲，應講佢嘅種嘛，嗬，嘅手指甲做出來過後，很下長。好，呢是係咪是多肉植物賞蓮花嘅靈莎？好，呢是第三種嚟，來呢一盤。但係呢一盤咧，你係喺一種嘅，你啊，起碼係賞蓮花一種，所以我嚟講係，其實賞蓮花很多嘅品種，有毛嘅，還有白本嘅，還有唔係風嘅，其實佢係都有全部嘅品種，多。所以咧都全部是係Andy講到凍肉植物地步度，賞蓮花來講咧，佢係一隻統稱，嚇，全部Andy按照賞蓮花，而賞蓮花地步度係分到凍油，佢全部按照景天科嘅植物。景天科Andy風景嘅景，嚇，應講天上嘅天，天當高嘅天，所以景天科嘅植物，哇，呢個景天科度呢個所以染氣地步度應該未凍到，到3000種咧。哇，就3000種按多咧，嗬。好，呢個鄉親朋友可能會問，我乃是種地講啊，嗬，愛自家呢下，比如講愛上去摘來食，馬西這種做得摘，比如講從啲凍台皮是做得摘咧。錯啊，一般呢，我從水底下係水落嚟啦的，係，那水落嚟啦就係造嘅，造冒險，所以它中間嘅地方誒，從上頭有從油，從蛇類，從蛋糕嘅上頭，蛋糕嘅有從油，從蛇類，啊，到呢個話劍鋪嘅位數嘅嗬，有個你講從螺咧，所以造冒險。對東嘅咧係下河，對東我哋會到佢熬下來，係，之前嘅是只安尼。熬下來，凍河渣，係凍簡單嘅嗬，你食材凍熟咯。嚇，門梗係碰湯就做得食咧。蛇河過後，門也碰湯。啊，一般呢，係因為啲梅水，啲梅頭，啲梅頭其實是脆，一張脆嘅。加碰湯咧，係咪？加碰湯啊，因為一般我哋會講賞蓮花係效果冷大啲嘛。哦，好冷的哦。啊，嘟嘟好，然後碰湯有下問題嘅。然後君臣佐使加起來其實嘟嘟好。哦，按照那個按用加能來食啦，嗬，對身體是上會較好的，所以按講到什麼東西要加埋嗬。那其實Andy，呀，路徑入面應該都按用60天嚟食，是冇咁錯嘅。所以一般呢，我哋會摘嘅時間最好係早先頭摘嘅，好先。誒，唔係講我。凍住石頭落去摘，又係暗部石頭黏暗落摘圈做得咯，是愛一個造筍頭。唔係下河啲嘛，全部做得啦。咁個造筍頭我都要試過，去造筍頭係梅頭下河。造筍頭去摘下來，細細啊，那來試過下好食的喎，嗬。好啲啊，先講到啲賞蓮花，我造筍頭來摘，嗬。喺個搭配一個碰湯來講啊，最主要就係佢嘅一個線咯，因為了佢想講中火下，亦係講佢轉下啦，就唔係講強冷哦，你都要鋪闊，好啲係食法，嗬，要用碰湯來食，要到而家啲拿來打果子水，嗬，韓國。係韓國咧，佢一個點講什麼東西，你都希望講啊，啲講啊啲嘅要自用麼？佢係用成本要嚟到。一般賞蓮花其實佢老先一種下強調嘅，就對乾好啲乾啊，還有降火氣，係退火了掉，係了掉好啲嘛。好，所以咧就講到佢嘅實來講啦，可能佢嘅用法都是到我是了掉鋪闊哦，來到大家講到，嘿，鄉親朋友一起加入上講，我哋下到不下哦，我咪學來始終也都凍肉植物，也係講一自家本身一種嘅是即種唔起來麼？啊，我來推鄉親朋友來問下，一啲照顧了解聲音種也好啦，也係講一啲下講到凍肉植物嗬，全部做得，佢照顧嘅方式要乜嘅繞量，我來注意。其實照顧佢。其實都簡單，一般大體用講器官愛種嘅聲音種有冇？咪實體咯。你頭先我講聲音種暗號種嘅東西，愛用無可能用冇上面一抽體去面體去，講到重點係用到無卡地步，用到無卡地步度，因為冇熱頭。
所以现影中也讲冻肉食物来讲啊，種嘅時間我有日頭曬得到嘅位數。其實我哋現影中凍肉食物3年發了掉，全部好日頭嘅，全部水日頭行光合作用，佢講有養分，佢講為肽。係，那一般呢，因為用嚟講，我都一般冇被賣嘅，因為講比如到封建地位都做得。因為佢生得還慢，你2年可能還冇看出佢嘅變化。係，2年、3年以後，應該話有土長咧，變形咧，唔長咧，最後屍體咧，但是因為冇日頭嘅關係。所以假使講鄉親朋友咧，行你木下嘅了解現影中啊，你係用到了解3度日頭嘅位數，夾夾拿出去冇辦，曬日頭啊用做得。你係時間做唔得一下要用到太日頭啲人，因為。平常時我哋冇曬日頭嘅人，一下你係啲曬相當嘅會曬傷嘅嘢。錯㗎，基本係咁樣。所以我慢慢嚟，原因先變到街陽台街度，慢慢幫佢曬點啊，慢慢敲到街摸落去，幫佢全日曬就做得咧。所以你假使講了解凍肉食物，一講現影中愛種嘅下嗬，記得咧冇看到了解講冇日頭曬得到嘅位數，用日頭曬得到嗬，喺個安樣樣做得幫佢生到下好到嗬，就個來啊，假使你笨蛋係曬唔到日頭嘅位數，天天嘅咯樣冇一下是拿去了解日頭下曬嗬，你可能佢會曬壞體氣嗬，你一順來啊，你照顧了解現影中，喺用內道嘅方法，喺用內道嘅熱量來注意咧，家下就個技術來睇啦，大家嚟講下，嚟聊下。